咱即时要来读圣经，今仔圣经节是以西结书33章第21到33节。咱若先开圣经，是咱看头前的导影片。以西结书33章第21节。阮受了的了后，12年10月初5，有一人对耶路撒冷逃走到我遮，讲城已经光化。逃走的人也未到前一日的下晡，耶和华的手下伫我的身上，开我的喙，到过早起。迄人来到我遮，我的喙就开，无搁下口。耶和华的话到我讲：人主啊，踮伫以色列荒废的地的人咧讲，阿伯拉罕独独有一人得到即个地做业，咱人也真多，即个地是互咱做业的。所以你着甲因讲，主耶和华安尼讲：恁食要有血的肉，搁举起恁的目睭，仰望恁的偶像，搁杀人流血，恁要为得到这地做业吗？恁外靠恁的刀剑，行可恶的事。人拍垃圾厝边的某，恁要为得到这地做业吗？你着对因安尼讲，主耶和华安尼讲：我指我的永活来救助，伫趴远的所在的，要倒伫倒的，伫田野的中间的。我要交因互野兽吞食，伫卫所甲洞内的，要死伫瘟疫。我要互这个地冷静，互人误影。因为势力的骄傲也要煞，以色列遮的山拢要冷静，无人敬戒。我因为因所行一切可恶的事，互地拍远，直到人误影。迄时因就知我是耶和华。30节，人主啊，你的百姓伫厝边，伫厝门口谈论你。兄弟对兄弟三角讲：来啊，来听看耶和华的话是讲甚物？恁来遮，亲像百姓来聚会，坐伫你的面前，亲像是我的百姓。因听你的话也无去行，因为因的喙显出侪侪亲爱，总是心是伫入钱。因看你亲像牛做乐，好声音的人所唱的雅歌。因听你的话也无去行，看所讲的话紧紧要成，到成的时，因就知捌有先知伫因中间。这是要来请牧师来讲道。牧师今日讲道的题目是听了却无实行。好，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予咱搁再一摆来到你的面前，伫遮用时光来学了，只是也要用你的话，伫遮三角来勉励。主，肯会当互你的话，伫阮的生命中诚最宝贵的，不但会当影响阮本身，会当影响阮四周的人，通过阮本身水的见证行踏，来诚侪人的望，伊看见阮，就若像看见你共一样。主，阮只是要对你的话，上海时看见你的神也充满伫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
有一个真趣味的问答吼，伊讲有3只什么参甲啊，同齐伫一片叶仔的顶面顺水伫流吼，甲其中有一只参甲讲决定安怎，伊要跳落去水吼，请问叶仔顶面阁有几只参甲啊？啊？啊？一般有人讲2只啦吼，但是阮夜莺讲3只啦吼，确实3只啦吼，这是答案吼。伊决定要跳，甲真正跳落去安那，这是两回事吼。其咱伫生活中间，咱也常常会面临这种的情况吼，就是明明应该做啥物，总是却无法度安那伫遐来行动。譬如讲，咱是一个基督徒，咱知影每一工至少要读上帝话偌久？咱教会讲用10分钟，其实10分钟足少的啦。有人用1点钟，有人是讲规章吼，有人讲规啊啦，规本吼。这是每一人会读圣经的方式。一旦甲上帝啊连线祈祷，还是讲会当讲几句话，互咱会当啦伫心灵重新得到快乐。总是讲用10分钟，偌侪人做会到咧，做会到咧。佮譬如讲，咱知影运动对家己的身躯真好，总是安那，真侪人呐，贫惰叮当吼，这是咱会当知影。讲咱即摆超重啊，对无？所以就安那爱减肥吼，总是安那看到物件好食，就一直食，酷酷食吼。搁一项就是看到红灯就安那爱停，但是你若咧急的时安那无人你就安那，你就甲冲过去吼。这是人吼，兄弟姊妹，你是毋是有种知影却做袂到的困扰咧？为啥咱人常常安那知影却做袂到咧？原因其实真简单吼，其知影甲做到吼。这是本质上的两回事。知影是一种理性层面的认知，做到就牵涉到内心的情绪、外在的环境以及外力等多方面的影响。兄弟姊妹，咱毋是无教育参名，是讲欠缺智慧，你是欠缺有教育的动力伫遐来行动。以色列人。上帝的百姓，明明知影因的上帝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真国活的上帝，总是安那，因却毋肯听上帝的话，伫生活中实践出对上帝的敬虔，反倒呢去敬拜偶像，做出侪侪不公不义、违背伦理道德的代志，所以引起上帝的生气。干那审判，到尾安那亡国，受掠到巴比伦去做奴才，这是一个真典型，知影却做袂到，至到悲惨命运的实例。所以咱今日先讲读经，来到以西结书的另外一个层面。咱顶摆杨牧师伊讲到有讲以西结书啊，差不多是安那。那读起来差不多安那，你甲咱呐，你骂人啦，有无？因为我师安尼讲无，有啦，确实是安尼。以西结书1到24章，通讲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审判，敢若对25到32章呢，都是对外邦人的审判。兄弟姊妹，伫咧读这个经文的时，你是毋是感觉上帝好像这样阎罗王吼，佮歹佮可怕？大家拢真正介上帝像啥物？圣诞老公公吼，那慈眉善目吼，会送礼物的上帝。咱拢袂介意种真够骂人的上帝。总是俗语有一句话讲什么先知牙皂，先囝不好。这句俗语讲出咱这个热爱，这个囡仔的效果，就是放任这个猪伫这个猪房内底自由进出，结果甲你走变倒共一样。
过头宠爱咱的子女，也可能互伊袂晓得孝顺感恩伊的父母。所以讲，父母疼囝、尊重囡仔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咱的适当的管教甲引带，才会当互咱囡仔会晓有责任感，并会晓用感恩的心来感恩父母的辛苦。兄弟姊妹，真正疼囝儿查某囝的父母，一定会管教囡仔错误的行为，为了教导所疼的囡仔行往这条正路，咱的上帝同款，伊待咱像啥物？像伊的囝儿查某囝一样，所以伊会管教咱。希伯来书12章7节，兄弟姊妹，如果你现在被上帝管教安尼爱甲你恭喜，你毋通灰心失志，反正爱欢喜，因迄证明真正是上帝是疼你的上帝，迄上帝疼。当以色列人伫遮不断伫犯罪的时，对内面甲外面拢乱了了所以上帝就借着先知的责备，伫遐来指出因错误。只有知影罪，还是讲只有知影毋对伫道路，才会当知影应该怎样去改，按照这个正确的方向去行。总是上帝无停止伫责备的管教中，伊会用慈悲怜悯、安慰、鼓励、甲扶持，为着咱来指出一条活路，互咱会当搁再一摆蒙恩得着听。今日这段经文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被攻破，圣殿被烧去烧毁坏，百姓受掠去到巴比伦，因正做亡国奴，失去一切愿望。上帝好像已经气杀因。伫这个时刻，上帝透过先知的话，受掠的百姓来讲话。兄弟姊妹，以西结书33章记载，当耶路撒冷沦陷了后，先知的信息开始转向先知奉上帝的命令宣告福音甲救恩的信息。这伫作文中以色列非常渴望的信息。咱知影，当人的心灵一无所获、一无所有、忧伤绝望的时，上帝无搁再用冰冷的这个律法伫遐来责备，伊开始用温柔的声音伫遐呼唤，福音的好消息伫遐来安慰甲鼓励，要将人对死亡绝望的中间该引带转来。所以对以西结书33章21节甲22节，遐讲伊阮受掠了后，12年10月初5，有一人对耶路撒冷逃走到我遮讲，城已经攻破，逃走的人也未到，前一日的下昏，耶和华的手下伫我的身上，开我的喙，搁假早起，迄人来到我遮，我的喙就开，无搁下到。兄弟姊妹，耶路撒冷的沦陷落，是先知以西结书的转捩点。伫耶路撒冷沦陷以前，先知连续用7年的时间，不断的呼吁、警告、劝勉。如果继续犯罪，上帝就会气杀伊的圣殿，和耶路撒冷毁坏，百姓会受掠。所以先知用各种的方法、各种的方式来传达这个严重的信息。譬如讲，用譬如、预言以及象征性的动作，伫遐来表达上帝的启示。譬如讲，倒的还是拍的这个姿势，还是讲啉食这个物件。这是以西结书4章40到17节的记载。还是讲，富人人过往，却无办丧事。4章15节到27节等等。总以这个硬心的百姓，因只敢听的听就好啦根本都唔相信上帝真正
会弃杀伊家己的圣殿甲遮的百姓，一直到主前586年，耶路撒冷真正被攻破，圣殿被毁坏，百姓受掠的了后，因知影上帝讲的是真正真的吼，讲的是真的，毋是干要吓惊因哪定。兄姊妹，人总是爱等到失去了后，才会想要去珍惜。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现在咱都爱珍惜上帝所予你的宝贝，毋通掠做一切拢是理所当然的。伫遐来糟蹋上帝恩典，咱若糟蹋上帝恩典，必定会带来悲剧。兄姊妹，上帝捌甲亚伯拉罕立约，互伊甲伊的后裔永远用应允之地做因的什么产业做因的产业。创世记15章，总是耶路撒冷却被攻破沦陷所以上帝上帝所应允的百姓，伫某种的程度已经变成做失落的人这个应允之地就变做什么？失落之地拍远去。究竟这个地为何会失落呢？上帝百姓是不是会当搁再重新转来到这个应允的地呢？所以对先知先知对33章21节开始，一直到39章29节，连接伫遐发出6个有关应允地的信息。先知用肯定的话语安慰鼓励这个乱了失志的百姓，伫遐来讲伊上帝是受什么信息的上帝，出伫伊嘴中的每一句话，拢袂空。兄姊妹，恁相信上帝是信息的上帝吗？恁相信出伫上帝嘴中的话，无一句的落空嘛？你看圣经，看历史，就知影人会失败，总是上帝永远袂失败。当咱走投无路的时，当咱绝望的时，当咱想起上帝的话，咱就会再搁再一摆看到这个望的光，咱就有信心甲勇气，会当继续向前行。所以第22节讲，先知的喙就开，无搁下到。咱知影当先知头一摆互上帝呼召的时，上帝互伊的指头念伫顶下顶面念条的才无啥袂讲话对迄个时开始，先知一直拢袂当按照家己的意思、家己的情绪伫遐来回应伊所看见以色列因的所做。只间会当将耶和华的建构，耶和华爱讲什么，伊就伫遐来讲什么。所以现在犹大亡国已经真岁事实，证明上帝透过伊所讲的话拢有应验，就是即时先知在宣告信息时，都是有加上家己的话，也袂对现实的现况、环境有任何的影响。所以伫遮兄弟爱知影，爱留心嘴所讲的话，袂当互咱的情绪来掌控咱的喙齿、咱的指头。伊随便乱讲袂使。因为咱知影俗语一句话讲话饭会当乱食，总是话袂当乱讲因为你若乱讲话，有时会伤害人，引起麻烦，有时触犯什么律法所以咱咧开嘴讲话是应该详细思考，什么话会当讲，什么话袂当讲。偏偏一时嘴伤紧叫促成大错误。伊咱做基督徒，尤其爱谨视咱嘴中的话，毋通讲大声话、夸口的话，也毋通讲轻视人、互人见笑的话，因为这拢互家己抓祸端。所以基督徒讲出的话，就是要
成就上帝什么的旨意。咱讲的话是要上帝名啦，得到荣光的。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恁主啊，踮伫以色列旁远的地的人得讲，亚伯拉罕独独一人有得到这个地作业，咱人也真多，这个地是互咱作业的。以西结书33章24节到33章30到24节，兄弟姊妹，以色列问题乃是啥物？乃是伫因指照里面的意思来认定上帝对列祖的应允啊！却安那，却无反省家己现今所遭遇的啥物？遭遇的状况啊，所遭遇的境况，究竟有啥物属灵的含义？兄弟姊妹，咱知影，恩典毋是拢一直一直伫咱的身躯边。如果咱也袂晓感恩，毋捌伫珍惜，就会面临啥物？恩典失落的危机。所以有真侪时阵，咱来hand类种即种的迷信。伫遭有苦难的时，只会埋怨上帝，为什么将即个恩典，还讲将即个祝福收转去，却无去思想家己做毋到什么代志，对到上帝将即个恩典收转去。像以色列人甲亚伯拉罕之间的分别，就是亚伯拉罕对上帝单纯甲顺服的心，这正是因所欠缺。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是爱因诚做圣洁国民、祭司的国度、万国的模范甲祝福，总是因却无按照上帝所教导的方式，伫遐好好伫遐来生活。反倒呢，犯罪比毋捌上帝的人更较严重。对到公义的上帝伫遐来处罚，失去这个应允的地，总是也是有人无见观察袂流目屎。审判已经来到，亚勒撒冷已经陷落，遐一留伫亚勒撒冷遮百姓，遐村落来百姓，也是毋相信上帝会收回这个应允的地，伊也伫遐家己伫遐偷偷欢喜讲，亚伯拉罕独独一人有得到这个地作业，咱人也真多，这个地是互咱作业的。为着安尼时，上帝透过先知来指出因的罪，所以恁着甲因讲，主耶和华安尼讲。恁食也有血的肉，佮举起恁的目睭，仰望恁的偶像，佮杀人流血，恁也会得到这个地作业嘛？恁挽靠恁的刀剑，行苦的事，人人拍拉衫厝边的某，恁也会得到这个地作业嘛？以西结书33章25节到26节，兄弟姊妹。恁也伫上帝面前对着即个虚假的面具嘛？你也是听做家己稳重了真好，上帝看袂着你的真面目嘛？兄弟姊妹，咱的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你要去倒落来闪避伊咧？所以针对遐也毋知悔改，也伫遐自夸骄傲的人，上帝搁来一摆来宣告伊的审判。以西结书33章27节到29节讲，你着对因安尼讲，主耶和华安尼讲，我指我会用我来救抓，伫旁的所在下，要倒伫道下，伫田野的中间下，我要交因互野兽吞食，伫猥琐甲洞内下，要死入瘟疫，我要互即个地宁静，互人戇野，因为势力会骄傲，也要煞。以色列遮的山拢要宁静，无人经过。我因为因的所行一切可恶的事，互地趴远，地甲人戇野。迄时因就知我是耶和华。
上帝特别指出，因将人倒伫即个道下，互野兽吞食，死伫即个瘟疫。换一句话讲，上帝要叫遮个犹原存留伫耶路撒冷城的人，共款得袂着上帝应允的地，诚侪因骄傲的处罚。因为姊妹，这段经文除了论到耶路撒冷的境况，对伫遐个早伫耶路撒冷陷落以前，就已经受掠的人，甚至也话对因讲，因为当耶路撒冷正式陷落的时，这个人早就伫被掠的地得到稳定。因伫迄个被掠的地、受掠的地伫遐可能伫遐买厝、买田、买地，伫遐生儿育女，住几啊年。因此，相对之下，因的生计甲生活反倒呢比较较稳定。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环境中间，这个人甚至会真正认真听上帝的话咧，也是伊的心态，互上帝伤心咧，甚至互先知伫遐来冷心咧。伫以西结书33章30节到32节，安尼记载讲：人主啊，你的百姓伫厝边，伫厝门口谈论你，兄弟对兄弟三个讲：来啊，来听看耶和华的话是讲什么？因来你遮亲像百姓来聚会，坐伫你的面前，亲像我的百姓。因听你的话，也无去行，因为因的嘴显出侪侪亲爱，总是心是伫立前看。因看你亲像熬做乐，好声音的人所唱的雅歌。因听你的话，也无去行。这个人，听以西结，这个是真的先知所讲的预言要应验。因就伫遐拢去到这个以西结的家，侪人讲过去。因讲要听什么？上帝到底有讲什么无？总是去遐听的，转去了后呢，就拢袂记了啦。所听的对因全无帮助，也无影响。因为姊妹，上帝叫伊的百姓传达这个信息，毋是要人听来消遣作恶的。上帝设立先知做这个守望者，所传达的信息，伫遐有警告人将来所要面对的危机。我望因听了会当采取行动，也是悔改认罪，离去这个罪恶甲歹所行，就会当得到存活。总是因可能听了紧张一段时间过了就伫遐开始的感动到后壁无去就无去叮当，久咧都麻痹，甚至到尾无感觉。兄弟姊妹，听了却无去实现，听搁较侪也无路用。真来求上帝帮助咱，听到了后必定要有行动力，因咱领受了后，咱来脱去这个邪恶的罪责，伫遐实在行出来，才会当得到上帝祝福。因为上帝的信息是要医治人背道的病，就像人无爽快，你一定爱去爱去看医生，也必须爱遵照医生甲你讲的去行，你才会当存活。总是袂当摕药无食，家己减药对医生的交代警告拢无要听，无要插，安尼你的病变得到医治咧。兄弟姊妹，咱的教会心态，是毋是也甲遮的以色列人共一样咧？咱伫遮来听诗歌，来交朋友，听牧师讲道，无用东无用西，只敢记着牧师伫遐讲笑话，也是讲遮个故事。上帝话咧，一句就拢无听入去。兄弟姊妹，你的心、你的灵都要安静落来，
只有上帝的话，才能叫人得到活命。所以咱来听的是要互你得到生命的话，所以毋通用听歌、听笑话、看表演的心态，直接来看牧师讲道，迄是浪费时间，对真正宝贵的生命无帮助。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听了好的道理，咱就安那，爱安那，好的道理就安那。爱去行，对吧？是吧？这是对咱来讲非常重要。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毋通互咱家己搁困伫即个听了却无去实行的循环中。人上大的阻力是家己无教育的勇敢，无坚决的心。人上根本的弱点，都是贪心甲惊吓。贪心互咱贪图眼前的享受甲利益，袂记哩，还是丧失家己久长的利益。惊吓呢，就咱家己患得患失，丧失坚定，持守行落去的信心。过早就认输出局，所以这意志力、坚定的信心，就要克服规片人这个贪心甲这个惊吓的弱点，上有效的武器。所以，伫遮有一个故事讲，这个铁大师苏格拉底，伊对每一批新厉害的弟子，拢教因叫什么？这个叫什么？甩手功我毋知咱有咧做个讲对这个甩手功开始学习。讲自然徛直，尽量将人的双手向前爱削。尽量削了向后壁爱削要求每工爱做偌久？你敢知影？每一工爱做偌济？300个。讲每一工都安坚持，讲都安尼300个用一个月了有90%的学生坚持。2个月了后咧，剩几趴？80%。总是还阁袂记哩做的日子。1年了后，伊突然问讲：恁坚持每一日300个甩手甩手的偌侪人？讲规个教室点点拢无声音无，只有一人举手你敢知这人是啥物人无？柏拉图。这人就是柏拉图有时故事听了有伊的意义兄姊妹，咱看这个甩手还有人来拍有足多迄个运动其实这是世间上上简单的代志每一工要摔300个要甩300个简单无？要甩300个有简单无？无简单其实每一工要300那不难你若有迄个坚持，你若想要你的身躯用我来想身躯会用，你会做无？会无？我想大量会做啦也无困难。总是真正当持之以恒的去非常的困难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毋通只讲听道理，却无行道理。迄对咱的生命无帮助听道也着爱行道，才会当活出这个丰盛佮美好的生命。所以咱的心灵都爱供养壮大，每一工至少10分钟，咱都爱单独会主，问读经祈祷，亲近上帝，互咱的心安静，互咱的灵稳定，互咱的生活更加充实，更加美好。每一工看到人，都互人一个微笑每一工对人讲一句好话，每一工做一件好代志，每一工做一寡小运动，一项就较早困渐渐咱的心灵，咱的心灵拢会当得到充足。人有精神，就有活力，
就什么？就喜乐。听，愿意去行，才会当互咱真正蒙恩得到福气。愿上帝咱帮助咱听去行，这是咱人生生命中在信仰内咱最大的稳定甲福气。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位。咱三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我一摆对你的话直接三脚实，对你的话直接来明白，对你的话来行踏。主阮感谢你，阮真正会当伫阮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拢会当直接三脚实鼓励帮赞，互阮会当无论阮的心灵，拢得到坚强甲徛在。特别对你的话，更加有搁较侪晓悟明白，伫真理中直接来实践。主看你特别帮助阮，搁一摆阮对你的话直接三脚实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